到深圳 K11，其實完全唔使出國，藝術、潮流、美食、運動、騎馬，樣樣都喺呢度揾到。等我哋一齊南北館行個夠啦！首先呢，梗係揾個靚位飲返杯咖啡先啦。呢間海景咖啡廳真係好正，望住海景，吹住海風，成個人心情都靚晒啊！呢度啲家庭電器真係又新又齊，仲可以即買即退稅。你行埋啲心水嘢返屋企，真係夠晒抵。啲球迷嚟到呢度一定好開心，因為呢度可以開球星卡，分分鐘咧開中你夢寐以求嗰張啊！冇諗到行行下都可以見到古董車，坐上去咧就好似一秒穿越咗去以前嘅年代，好有 feel 啊！呢個商場咧真係好寵物友善㗎，你可以嚟呢度玩貓貓，或者帶你嘅小毛孩嚟行街街，真係好寫意。中意爬蟲嘅朋友仔，呢度仲有爬蟲睇，你睇下幾得意。行幾步就可以去到南館，繼續解鎖新嘢啦。仲有呢間中國高端香水專門店，啲香水咧真係好獨特㗎。仲有非遺陶藝，好特別，真係好靚，拎嚟送禮咧真係好有心思啊！呢度仲有一個 NBA 標準籃球場，中意打波嘅你哋快啲 book 場啦，等我入樽俾你睇啦！嘿，耶！最估唔到嘅咧，天台居然有馬術館可以騎馬，係深圳獨一無二，真係好特別啊！玩到咁上下，梗係要醫飽個肚啦，跟我嚟啦！師傅整啲壽司好驚喜，你睇下幾精緻！今日咧就玩到差唔多啦，嚟深圳 K11食買玩打卡真係好正啊！仲唔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嚟玩？